點解人生真正嘅覺醒必須喺線下發生？好多人都有一種天真嘅幻想，只要我每日睇正能量嘅視頻，反覆學習，就一定能夠改變人生。今日我想打破呢個幻想，好多時候光靠睇視頻係唔夠嘅，因為真正驅動人生嘅，從來唔只係認知同知識。知識可以幫助我哋理解世界，而生命情感嘅回應模式，正係決定咗你如何面對世界，如何做出選擇，以及如何一步一步編輯你嘅人生。所以真正困難嘅唔係唔知道道理，而係知道道理卻睇唔見自己。所以人呢一生最難覺察嘅就係自己嘅盲區，因為運作你人生嘅情感系統唔喺意識裏面，佢藏喺潛意識裏面。佢就好似你嘅眼睛，睇得見萬物，卻永遠睇唔見眼睛自己。就好似一把鋒利嘅刀，能夠切開所有嘅嘢，卻永遠無法切開自己。你更冇可能抽住自己嘅頭髮，將自己拉離地面。所以線上聽課只能夠暫時安撫你作為演員嘅情緒，而你運行咗幾十年嘅負面情感木馬藏喺盲區裏面，你自己根本抽唔出嚟。因此你需要一面鏡，需要一個溫和真誠互動嘅場域，更需要一個能夠幫你一眼睇穿後台系統漏洞嘅人。有啲嘢唔只係要聽懂，仲要現場親身識別嘅。知己越深，人生越自在。喺評論區留下睇見我同你講溫和真誠互動嘅場域到底係如何令你瞬間睇懂真正嘅自己。